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王祖和，欢迎收看中嘉台南地方新闻。下面有一连串的新闻报道，带大家做伙来关心。议员刘坤豪下晡再一次将对房屋税调整的议题召开记者会，会中表示，加税的政策连带着也影响厝税、购物，甚至是小食店的介绍也对得起。就算无被加着税的人，也深受其害。你起这个税不公不义嘛？哦，你讲要互基层的最基层的这些小朋友、家的囡仔有补助，好来，可别补助，你看你即马现主席的房屋局长以后，你这少年家靠人，搁要搁再生囡仔啦，愈来负担愈大嘛。所以我伫遮吼，呼吁咱市政府吼，你今天还能够寻哀乐嘛？你还能够寻哀乐嘛？议员刘坤豪指出，现在多位议员无分党派，拢要求房屋标准介绍调降，也则是恢复到原单价来课征房屋税，以减轻民众负担。伊希望这项草案的政策莫阁继续落去，一定要赶紧修改。但是，本站山林根采访报道。自从台南县市合并以后，殡葬管理所的使用率就愈来愈高，对厝便所的使用也变了相当频繁。不过目前因为殡葬管理所的便所也未做地下污水管线设施，拢只有接到化粪池，所以一旦上久无抽，就会溢出来，产生臭味。议员李文静接到民众反映，所以要求殡葬管理所所长甲水利局进行会勘，要求进行改善。咱台南市的殡葬所是咱全国算上好的啦吼，提供互咱的家属真好的一个服务吼。不过因为咱即马这个污水的干管现在都还没有施作，所以变做咱殡葬所的那个污水的系统就是会有一个异味这个有一些家属他们就会感觉说好像安尼那阵影响到他们的一个伫遮这款的一个品质啦所以咱今仔来看就是讲，可能我们先治标100就是讲增加那个就是讲抽的次数啦。咱即马可能一冬抽查2届，即马咱建议讲查一冬会当抽查4届安尼当迄个减少伊的即款的味的污染啦。水利局表示，将伫明年度进行污水管的布工作业，并且伫109年完成接管。到时就会解决这个情形。而殡葬管理所这时表示，伫完成污水管线设施进前，会来增加抽化粪池的次数，避免溢出来产生臭味。但是，本站山林根采访报道。为了新兴障碍者麦当公平参与社会，并且打破一般人对新障者的刻板印象，市府小局响应每一档12月3号国际新兴障碍者日，对25号开始，以户外电影院的放送展开一系列活动，包括12月2号当头戏的新障日嘉年华。在美丽的草坪上，让我们跟身心障碍朋友，还有我们的市民朋友一起来欣赏这一部电影，就是我们的星空电影院、露天电影院。那再来呢，是我们12月2日，是我们的非常重要的我们的一个嘉年华，就是国际身障日，国际身障的一个嘉年华。那我们希望 CRPD 这个精神能够被发挥就是说我们能够消除歧视，那让我们的所有的市民更能理解我们的身心障碍朋友的困境，那身心障碍朋友的需求，以及需要我们所有市民一起来支持。小局除了以系列活动，和市民认识新障者限制甲需求，市长李梦燕嘛特别到场，除了以家己新障好朋友的成功经历来分享，嘛宣示持续打造优胜无障碍目标。我们市政府能够做什么，公部门能够做什么？好，所以这几年我们也在这方面也有很多的努力，包括社会局，营造很多的环境跟空间，
那么另外我们在公共运输，我们也推动低底盘公车，好，那我希望这方面的公共运输也能够服务身心障碍的朋友。好，那另外我们在很多公共的环境，譬如说公园原来都会有设车组，对吧？公园设车组，或是人行道的入口处设车组。所以我想我们在各方面的措施这个部分，我们也都来专案的来改善。那希望营造一个对身心障碍朋友是一个友善的城市。透过拍开身障者权利公约精神的相案，嘛向前要拍破对身障者一切无友善、无平等的对待来做伙努力。但新闻管及何超邦采访报道。前台南市警察局长、无党的台南市长参选人陈子敬9月23号成立竞选办公室，这2个月来一直勤走基层。第一日前，伊知影前台南大学校长黄秀松要参选，宣布正式投入这届台南市长国民党初选的人选机制当中。陈子敬认为，伊真愿意来接受各方的挑战，但同时伊也认为，伫咧台南的在野党势力已经比较不足。伊希望伫咧明年3月份进前，在野党的势力会当经过协商以后，共同推派一个上届适合的人选，来展现在野党的团结。上个礼拜天，我们国民党籍的黄秀双校长有宣布要争取国民党的提名参选下一届的市长。我个人我表示祝福跟欢迎。我想在野的这个区块，未来一定要做一个整合。即使整合成功了，都还不一定是我们现在执政党的对手那么何况分裂？这2、3个月我在基层，几乎是跑遍了这个山上海边那么各大街小巷我们也听到很多的声音一直觉得说这20几年来，我们执政党在台南这边执政并没有很大的建设，甚至于在我们经济或者地方的建设都看不到有让人家觉得很满意的这一些政绩那也有这种想法，就是说希望能够换人做看看那么要换人做看看，我想我们在野的部分一定要团结那么未来跟这个黄校长，或者说还有其他的候选人我想我们未来会做一个整合。那么至于是用协调，或者说用初选民调或者还有其他的方式，我想大概在明年大概农历过完年以后，我们会跟适当的人或者适当的团体来做一个这个讨论以后那么大家做一个这个竞争嘛这个办法定出来以后，大家就遵守最后这个的结果由民众来做决定。陈子敬原本希望拍破立赢伫咧台南独霸的局面，用可比模式合作方式来赢得胜选，但如今国民党黄秀松宣布要参选，要如何去镇压？最后将会是一大课题。台南新闻王志豪采访报道。正确开启车门很重要，不然怎么开呀？下车要转头注意后方来车，再慢慢开车门。这是两段开车门啦，两段是开车门，两段是开车门，两段是开车门，因为很多要说3次。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
由市府文化局主办的2017接艺狂想，将要伫咧11月24号到11月26号这3天，要谈水皮温公园闹热展开。这届除了集合了全台湾总共21组各种类型的街头艺人，伫咧现场要来进行全国街头表演总决赛竞争。文化局也搁另外特别找了来自意大利、美国、日本、泰国等等9组国际级的顶级歌手，要让大家享受街头的表演艺术。这届全国街头表演总决赛，总共21组的参赛者，分作为音乐类型8组，综合表演类型13组，将会伫咧这3天的时间互相竞争，争取总共34万的比赛奖金。那这21组的参赛者呢，会在这个3天的时间里面呢，去做完这个评比的工作。那最后呢，我们会选出3名的这个得奖者哈。那这个是竞赛的部分。那但是除了这个竞赛的部分之外呢，我们还另外再规划了有1区的这个表演的部分。那我们主要就是希望可以带动台湾的街头艺人的这样的一个好的风气哦，让大家知道，其实街头艺人的表演是非常的多元，也非常的精彩。那因此呢，我们这次在快乐新生的这个协助之下呢，我们邀请了有9组的国外的街头艺人来到台湾。那这9组的艺人呢，我们称为是神人级的表演者哈，都是非常的厉害，也非常的精彩的表演者。待会儿应该会看得到有几位表演者的演出哦，给大家可以先欣赏。那这9组的表演者呢，也会在这3天的时间，在我们规划的几个场域里面呢，去做非常精彩的展演。精彩表演，再加上现场趣味的创意市集、街头艺术体验、街头演艺比赛等等，这好看好耍的，邀请大家伫咧这个周末假期，做伙来到水皮温公园来去佚佗。台南新闻王子豪采访报道。这名洪小姐今年因为一场大车祸，造成髌仔骨断了几个肌，疼到无法度活动，因此医师使用髌仔骨骨质所用的锁定式固定骨板来为伊进行手术。采用钛合金的材质，而且并无需要提掉，跟一般骨科所用的绑仔比起来，无容易松去，也即是落去，票面产生并发症。当你一个肋骨骨折如果断得非常多支的时候，那整个结构不稳定的时候呢，整个连上臂的肌肉的功能，手臂运动的功能都会有受到很大的影响。那在传统上呢，其实我们并没有很好的一个方式可以去固定肋骨。那一直到近几年，在引进了一些固定骨板的技术、钛合金的骨板的技术之后，这个手术才又重新受到重视。那主要是应用在一些这个骨折断裂的很厉害、结构整个不稳定的病人。那在做这种手术之后呢，它反而可以让这个整个胸廓的结构稳定，那肌肉附着的位置稳定的话，整个上臂的功能就会比较改善。这项手术的优点就是会当快速改善病人骨质的痛痛，而洪小姐在经过2个月的积极复健，不但袂感觉遐尼痛，而且也渐渐恢复活动，会当正常工作甲生活。复健的时候也是会痛，大概多久之后，就是现在有恢复正常的状态？我积极复健大概2个月，那像目前已经恢复到几乎正常的状况。医师强调，一般髌仔骨骨质并无需要手术，就会当家己复原，所以该手术目前也是以治疗较严重的病人为主。而吉必病院伫今年4月份引进该手术到单，已经完成5个案例，而且也无并发症的发生。但是，本站山林根采访报道。
伫下上所讲的静脉栓塞，主要原因除了年岁大是风险以外，嘛因为欠缺身体活动，包括长期倒眠床、骨质溃倒，或是坐长途无人机等等，都有可能造成骹腿因为血液循环不良、血流未顺，造成红肿甚至肉痛现象。除了个人体质，有的人的体质是他就天生容易有血栓生成之外，剩下的原因有可能，比如说血管有受过伤，比如说有出过车祸、开过刀这些等等的，有受伤的情况下，那如果说他又疏于活动的话，比如说久坐啊，或是坐飞机一次就坐了10几个小时，或者是他的工作就是要长期坐着，或者是甚至是卧床的病人啊，平常没有在活动，那他的因为血液循环没有在动的话，它也容易形成血栓。这些因素如果加在一起的话，就可能会产生就是深部静脉血栓的一个状况，这样。所以先强调，只要卡麻、卡症的现象，一定要马上就医来检查。那一旦拖到有可能变成慢性的，或是引到肺部变成肺动脉栓塞，就更加麻烦歹治疗。但新闻管及何乔芳采访报道。肺癌的治疗方式目前以采取手术切除为主，但对年岁大、肺功能歹的病人来讲，手术风险高，所以医师会建议病人考虑立体定位放射治疗。但过去该治疗方式会受到病人喘气或肿瘤刷动，必须爱增加放射范围，造成更较悬的副作用。对此，新台病院陆续引进先进技术，希望让病人得到更较好的治疗效果。我们借由4D 的电脑断层，可以去观察它移动的范围大小。如果说它移动范围大小是在可以接受的情况下，我们会把它涵盖整个移动的范围，那以确保说肿瘤接受到足够的剂量。那如果说它移动范围太大的话呢，我们就会配合其他的固定器具，腹部压缩，或者是运用表面的追踪，然后在确切的那个呼吸的周期的时期再给予治疗。医师表示，使用呼吸调控放射治疗，会先评估病人的体能状况，配合进行，并考虑肿瘤的大小甲位置，挑选适合的技术合并使用。比起传统放射治疗，会当减少照射体积15%至20%，降低治疗副作用。联新闻大山王子豪采访报道。感谢你收看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王祖和，咱再会。